这南投县是伫咧内陆，尤其呢，这水里乡山济，而且路又搁矮，所以大只的水灵车要出入有影是无介利便。在地福兴讲，这土地公庙呢是甲这信众捐来的钱，摕来买一台较小型的消防的这个水车，捐予在地消防队守护乡里。台湾真侪所在巷仔拢真矮，好佳在这台是小型的水灵车，一细条巷仔嘛会当通过。南投县的水里山较多。而且有的路嘛较矮，消防车出入较无方便，所以水里在地土地公庙才会来寄付这台水灵车。咱水里呢会使讲是巷道非常的多，山区呢有一寡产业道路。伫咱万里火灾发生的时阵呢大型的这个救护车拢无法度入去，大型的消防车拢无法度入去拍火。即摆呢有这台这个小型的这个水车呢对地方来讲是非常有帮助。因为就这台10多吨，那个这另外一辆就是1吨半而已，只是差在那个水量的问题而已。其实小型消防车真的对我们的山区或是小巷弄的救灾会比较方便，会比较好。消防队员讲，这台细只的水灵车一台就要超过500万，确实有较贵。不过这间土地公庙是靠在地的信众细条的捐款。豆豆累积起来，靠活动捐出水灵车守护乡里。信徒拢对着福兴宫整个业务，甲讲土地部这个香火旺盛的拢非常的肯定。所以信徒愈来愈多，那咱的捐款嘛愈来愈多，累积起来都是一笔，会当来做着公益事项的这个经费。咱造起来较速捷的较便捷加的中型的跟小型的这台车呢，要价不菲，也是要500万哦。南投县政府除了感谢各界捐消防车、救护车以外，嘛强调县府有咧应用山区的救灾的需求，来建置智慧化的救灾设备，减少灾害损失，守护山区民众的安全。记者杨秀南投报道。